由市府都发局举办台南主角的计划，今年主要分两大类，包括大专院校组成的创作团队参与主角的竞赛，甲专家师生组成的专案团队改造闲置点来驻村。其中竞赛组的部分总共有9间大专院校，结合台南在地10个民间团体，进行社区据点的改造。其中北区大林里一块运动公园，经过台中科技大学室内设计系5位学生的设计，利用暑假2个月的时间，对整地、规划到设计施工，将原本杂乱的公园利用痕迹来架悬，不但保留原有的树木，形成一个平台，而且佫会用个野引举办市集的活动。我们是台中科技大学的室内设计系，当初是有老师，我们的设计老师带我们，问我们说要不要一起下来做台南主角的计划，所以我们就一起下来做这个工程。然后他刚开始有初选，我们很幸运的有被选上，然后选中这个基地，然后来一起做这个工程。然后我们的设计发想是，因为这边是有很多树的公园，所以想要用行架这种也是木质的材料，然后在这个社区做一些不一样的改造。因为有考虑到他们之后每个礼拜6日都会在这边办市集，市集假如有一个高的平台，就会有更多活动的可能性。他们的工作人员也可以上去布置场地，像是在上面用一些串灯，或是有布条可以连接这个行架，让这个场地有更多活化的感觉。经过2个月的改造，不管是木工、电工，或者是植栽，拢是由学生家己来施作。伫咧8月底完成以后，9月初，都发局嘛一一前往评审，希望借由学生的创意甲想法，为社区甲地方注入新的特色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